29.9元抢票，遇见月亮湾大型户外演艺秀5月10日震撼首演，高空绝技非遗盛宴80年代穿越，不去可退。朋友们重磅推荐，我全程参与制作的《遇见月亮湾》大型户外演艺秀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。5月10日震撼首演，作为业内人士，我拍着胸脯保证这场秀绝对值回票价。现在限时抢购29.9元每人，原价即将上涨，6月30日前有效，不去还能随时退。这波羊毛不薅亏大了。为什么必须看？一高空绝技加凤鸣9天，演员们悬空起舞，凤凰振翅的瞬间，全场惊呼。我蹲在音控台拍的实况画面，零剪辑，美到窒息。2里白汪轮情景再现。诗词里的千古友情被搬上舞台，光影交错，1秒穿越盛唐。3非遗绝技连环炸场，民间大师们亮出看家本领，喷火走刀山，全程高能。4 80年代复古街区，爸妈的青春回来了。老式自行车，复古 disco， 供销社小卖部，拍照打卡秒出片，真实体验。作为幕后人员，我见过无数次彩排。但正是演出的效果还是把我镇住了，声光电加实景特效，每1秒都在烧经费，观众席的尖叫就没停过。抢票须知，特惠价29.9元，随时恢复原价，有效期至6月30日，任意场次可用，未使用可退，放心囤。导航搜月亮湾演艺秀广场即可。最后暴击，这场秀的成本远超票价，纯粹是为了首播口碑放血。趁知道的人还不多，赶紧戳链接锁票手慢5月10日首演夜，咱们现场见。悄悄说，朋友圈晒图定位，还能抽限量周边哦。用